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过前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过来研究小报歌，这国政专工去编的。咱平湖地区有专家去遐收集的。头一趴来讲，肉豆开花白苍苍，娘饲大着嫁翁，望要嫁去烧疼痛。胜在阿兄爱别人。小报歌，咱常在节目中咧研究，拢是头一句见景伤情。看到肉豆开花有影，这白暗嘛，恁拢知，肉豆花着白苍苍。甲娘饲大着嫁翁，哪有啥牵连？无牵连啦，讲斗句的尔啦。要紧后壁要表明讲，我若嫁去，你敢会甲我烧疼痛？谁知影你变心采花芳爱别人？即马看到肉豆无肉豆的话句，若看到别项的菜色果子，又搁另外有话哦。搁来小报歌第2趴咱来讲，换看到韭菜咯，韭菜开花一枝香，脚踏人远5时中，拢是我军不中用。娘做歹顾不忠。韭菜开花有影一枝直直，讲一枝香嘛有通呢。甲脚踏人远5时中，哪有啥牵连？无毋对啦，迄着爱5时日头对头个笑落的时阵，脚搁拄踏着人远，无毋对啊！着看到这个景啊，甲人为着要斗句2句夹斗阵啊，后壁才是要紧。头拄咱是毋是讲嫁去阿君爱别人，即马吼嫁着这个哥啦，不中用啦。但是做歹也是讲含漫谈，咱嘛毋知。毋过这个女主角讲娘做歹顾不忠，你毋通怨叹我，是你家己不中用。国情啊，若咱甲摆斗阵，就看到讲无共款的女性对待感情，无共款的角度咯。对，后壁还搁一趴，讲路边花草路边花，路边草厝会美蛇，对着新高旧高煞。迎新起句也无抓，哇！安尼即个搁较薄情。头拄吼单纯，迄个女性讲望要阿哥，毋通爱别人，这原来有。讲到恁若安尼不中用，我去做歹顾不忠的，即款原来一拍。即款呢，直接反面无情的，双骹打相准的。有即个女性对着新高旧高煞，迎新起句也无抓，就是讲无情差啦。若有新的爱人，搁较好啦。可见小报歌真丰富，内容百般的变化真精彩。